壮壮，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义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一大早都能从读经开始，透过陈牧师的口，让我们更了解主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事。主啊，今天是要来投票的日子，求你的公义彰显在这个事件当中，让能够为台湾做事的政治人物继续为人民来努力，而如果是为了自己利益的政客，则是让他离开，让更多能够为台湾做事的人来为人民服务。主啊，我们要将以下圣经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让说的及听的都能蒙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的第13章，我们看见扫罗父子他们来有3000的勇士跟随他们，那他们去特别是约拿单去攻打非利士人，也带来他们军事上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甚至大到保罗也扛不住压力，看见这些的百姓渐渐来离去，所以在惧怕当中，扫罗不等待撒母耳，而就贸然取代祭司来献祭。那也在这个事件当中，撒母耳警告扫罗，上帝要另外立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来做王。那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结束，因为整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如同海边的沙一样来包围扫罗父子，甚至还分3个突击队去到以色列的当中。那么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段14章，那么请义军长老先带我们来读14章的第1节到第6节。有一天，约拿单对替他拿兵器的青年侍卫说：“来，我们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帐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这时，扫罗正在基比亚的郊外，在米基伦的一棵石榴树下扎营，跟随他的大约有600人。穿着以弗得的祭司是亚西亚，他是以迦伯的兄弟亚希图的儿子。亚希图是菲尼哈的儿子，是在示罗做上主祭司的以利的孙子。没有人知道约拿单离开了营地。约拿单要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帐，必须经过密抹隘口。隘口两边有2座锯齿状的大岩石，一座叫波薛，一座叫西尼，一座在隘口北边朝向密抹，一座在隘口南边朝向加巴。约拿单对他的青年侍卫说：“来，我们潜入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营帐去，也许上主会帮助我们。如果他帮助我们，谁都挡不住我们。不管我们人数多少，他一定使我们胜利。”好，那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包围当中，约拿单呢这一次甚至是单独行动，只有为他拿兵器的青年那因为上一章有交代，所以以色列当中
只有有刀有枪的只有扫罗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其他都是拿锄头、犁、斧头、铲，这些的农作耕种的器具，来打战。那约拿单就带着拿兵器的青年侍卫潜入非利士的驻军里。那他不仅没有告诉父亲，那想要来个出其不意。那扫罗那时候人还在基比亚的郊外，在米基伦的一棵石榴树下扎营。那这个米基伦呢，意思是指断崖，或是指一个打谷场。那也可能是这棵石榴树的树名。好，因为这个米基伦的地点呢，好不能确定。好，那大概就在基比亚的附近。好，那这个基比亚呢，也是扫罗的故乡。那这时候人数只剩下600。那昨天13章一开始说3000，扫罗从以色列中挑出3000，2000跟随他。那到这个时候呢，剩下600，所以大概剩下1/3。那他在那里呢，在这个米基伦的石榴树下，有祭司的家庭。那这祭司的家庭呢，就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亚西亚这个名字就是指耶和华的兄弟。那我们会在22章20节还会再看到这个亚西亚。那他有穿祭司的以弗得。那亚西图呢是以迦伯的哥哥。以迦伯就是在第4章的21节，好，讲到这个上主的荣耀离开了。好，就是以利死的时候。那以迦伯呢是亚西图是以迦伯的哥哥，是菲尼哈的儿子，是以利的孙子啊。所以这个回到第4章，好，就是当初这个以利跟两个儿子没有行好，好，那所以上主的荣耀离开，约柜被掳走，所以这些祭司的家族的名字好出现，让我们又回想到第4章约柜被掳走的情境。但是呢，在这个以利的家族的后代呢，停留在基比亚，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或许还继续在做这个祭司家族的事件的事情，那所以才会穿着以弗得。那第4节继续讲到约拿单从隘口，那要潜入非利士的驻军。那这个隘口呢，是一个出名的地方因为这隘口的地形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锯齿状的峭壁。那这个隘口呢，这个峭壁都有名字两边的峭壁，一个叫做波薛，一个叫做西尼。波薛的意思就是白白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照片来看图片来看，可以看到波薛的壁癌，它就是有点反白，那或是叫做闪耀的，就太阳照射之下有点会闪闪发亮。那西尼呢，也是一个悬崖，西尼的意思就是很多次。那一个向北边，就是西尼悬崖是朝向北边，面向北边，好，那面向密抹。那一个面向南边，是朝着加巴，所以这个密抹的隘口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险要，那它是由2个断崖所组成的山谷，所以非利士人已经占领了这个断崖的2边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点被掐住喉咙，没有办法来很顺利的军队通过。那第6节讲到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青年说，来，我们过去到那些未受割礼之的驻军那里。那所以未受割礼之这些还没有信上帝，那非上帝子民，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这句话呢，是来自于帮约拿单拿兵器的人的青年的口中。那他对上帝是相当有信心。那你可以看到约拿单自己本身呢，对上帝也是有相对的信心。那他们都相信这个战争的得胜在乎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人多才来得胜，而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知道上帝就帮助他们，他们就能够得胜。所以他们说以变以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其实这句话呢，到了17章的时候，大卫在跟这个歌利亚出征的时候，也是用类似这句话。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读请义军长带我们读第7节到第15节。那侍卫说：“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跟着你。”约拿单说：“好吧，我们过去，故意让非利士人看到我们。如果他们要我们留在这里等他们过来，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他们要我们上他们那里去，我们就去。那就是上主要使我们得胜的记号了。”于是他们故意让非利士人看到他们。非利士人说：“瞧，有希伯来人从他们的藏匿的洞里出来了。”他们就对约拿单和那侍卫喊话：“上来吧，我们有事告诉你们。”约拿单对他的侍卫说：“跟着我爬上去，上主已经把他们交给以色列的人了。”约拿单爬上隘口，他的侍卫跟着他。约拿单击倒非利士人，侍卫杀了他们。在这第一次的突击，约拿单和他的侍卫在约1/4公顷的区域内杀了20人左右。所有在田间的非利士人都惊恐万状，防卫兵和突击部队也都上胆，大地震动，一片恐慌。好，谢谢。刚才这个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是约拿单说的。好，那大卫是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好，这是17章的47节。好，那所以这个侍卫听到他的主人约拿单这样说，好，就主人照你的意思，我都跟着你。约拿单说他就要来经过这个密抹的隘口，那在那边看像在那边我们来展现我们自己就是故意被发现然后呢，他们被发现，他们会如果对我们说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就是非利士人要来这个约拿单和拿兵器的青年这里，好，那他们就站住不动。第10节，如果他们说上到我们这边来，就是他看见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好，这些非利士人没有叫他们站住不要动，而是叫你们过来，那我们就过去。好，所以有2个暗号，一个是如果是非利士人叫他们站住不准动，那他们就站住不动，那等待上帝的作为。那如果他们说你们上来我们这里，那我们就上去，就是上这个悬崖，因为耶和华要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那所以这句话上到我们这里来吧，就是我们的凭据啊。好，所以这个2个人呢，他们就故意到密抹的隘口，然后让非利士人的驻军看见。非利士人说：“看，希伯来人从躲藏的洞穴里出来了。”好，那躲藏的洞穴呢，在前面的第13章有提到。好，那时候战况非常的危急啊，所以百姓就躲到山洞、丛林、岩隙、地窖、深坑啊。好，所以连非利士人都嘲笑他们，好，大家都躲起来了啊，不敢出来跟他们来迎战了。好，那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看见他们，好说。希伯来人从躲藏的洞穴出来，站岗的士兵就对约拿单还有拿兵器的人说：“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好，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好像有点在瞧不起，好，有2个希伯来人既然敢出来了，然后有点在玩弄他们，来，你们上来，你们上来，我要对你们说什么？好，说件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悬崖，我们可以从这个比较近的照片可以看到，好，这个他们从悬崖，非利士人在悬崖上，好，那他们约拿单在悬崖下，叫他们上来，好，所以他们要上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就是要不断的往上攀爬，所以非利士人就坐在上面休息，等他们2位爬上去。那到13节，好，所以约拿单手脚并用爬上去啊，这是和本的翻译啊，所以要爬这个悬崖不是只能靠脚，还要用手，而拿兵器的人跟随，非利士人就扑倒在约拿单面前了，拿兵器的人就跟着他们，好，杀死他们，好，所以虽然这个约拿单花了很大的力气爬上去，
但是呢，他一上去呢，就击倒这些的非利士人，跟着侍卫杀了他们。那这一次的击杀呢，或是这一次的突击呢，大概约有20个人哦，好，那范围是在1亩地，1亩地就是1/4公顷，好，那也就是一对牛，好，2头牛，他们一天工作面积的1半呢，好，就是他们工作一天的面积的1半，好，所以他们在这个半犁沟之内，好，所以于是这个突击的事件呢，让非利士的军营在田野或是在非利士人当中呢，人心惶惶。非利士的驻军，非利士的突击队，昨天讲到非利士的突击队有3分3队，那也都战尽，甚至大地震动，因为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惊恐啊，所以约拿单对神很有信心。好，那他在这个敌人包围当中，他没有手软脚软，甚至呢单枪匹马直入这个敌人的驻军营地当中，甚至爬上了悬崖。那上了悬崖呢，就直接屠杀这些的非利士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只有杀死20个人，但是却造来极大的惊恐。好，那这个是剥削悬崖和悉尼悬崖的样子啊，好，所以从这个图片照片当中来看，要爬上这个悬崖呢，还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只有2个人，所以非利士人一点也不怕他们。那这也是非利士人他们不知道这个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或人少。好，那接着再请一军长老带我们读16节到23节。扫罗的哨兵在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看见非利士人慌张奔逃，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查点军队，看看谁不在。”他们点了，查出约拿单和他的侍卫不在。扫罗对祭司亚西亚说：“把以弗得捧来。”那一天，亚西亚在以色列人前头捧着以弗得。正当扫罗对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帐中越来越混乱。扫罗对祭司说：“我们来不及求问上主了。”于是扫罗率领他的军队冲进战场，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一片混乱，互相残杀。有些投靠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就是一直在他们营中效劳的希伯来人，现在回转过来参加扫罗和约拿单的部队。那些躲在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逃跑，也都出来追击他们，一直打到伯亚文的那一边。那天，上主救了以色列。好，谢谢。那当这个非利士的营中呢起了这个动乱，所以在附近的扫罗的哨兵呢，在便雅悯地区看见在基比亚看见非利士人慌张奔逃，所以就让传报给扫罗，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人说：“赶快查点军队，看看谁不在。”所以扫罗还有一个警觉性，怎么敌军呢会自己扫罗明明没有下令要出战，怎么敌军自己在骚动？结果他们一查点，查出约拿单跟他的侍卫不在，所以扫罗就对祭司亚西亚说：“把以弗得捧来。”好，那和合本或是说希伯来文当中是说把神的约柜请到这里来，请到这里来。那因为前面有讲到亚西亚，就是这个家族呢，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在基比亚的境内附近，好，那所以他们还在服侍啊。好，那但是这个约柜呢，好，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呢，从第7章，好，经过非利士的事件，约柜已经被放到基列耶琳，好，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好，在那边停留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到底这个扫罗呢是要去请约柜过来，
还是要去这个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叫祭司把以弗得拿来，因为以弗得祭司服里面可以在上面有个胸牌，胸牌有这个乌灵和土名，可以来抽签。有点像在拔杯，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那他们扫罗要对这件事情来祷告求问主了。可是19节，当扫罗还在对祭司讲话，非利士的营中的混乱就越来越大，所以扫罗呢，就说停手吧，或是说我们来不及求问上主了，就是不论是要去请约柜，或是要去叫祭司把以弗得把祭司请来，穿着以弗得来抽签询问主啊，那扫罗就迫不及待，所以20节，扫罗就率领他的军队呢，冲进了战场，攻击非利士人。这非利士人本来自己起了骚动，因为他们不过是20个人被杀，但是20个人被杀呢，好像是2万人被杀一样，他整个驻军呢，大家都恐慌起来。好，那所以扫罗就带着军队，那甚至上帝让非利士人用刀互相来击杀。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在撒母耳的时代，那在以便以谢的时代，也是上帝也是自己出征。好，那上帝用耶和华的手攻击了非利士人啊，好，所以他们一直纪念这个以便以谢，好，上帝用打雷或是用他自己的作为，好，让敌军混乱。21节，先前有4方来跟随非利士人，在他们营中的希伯来人，现在呢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啊，好，所以在21节还看到在非利士人当中，居然还有叛国贼，还有这个去帮助敌军的希伯来人啊，他们可能是不论是做俘虏或是被利用，所以他们让非利士人才能够不断的指导黄龙，指导他们的核心，来占领他们的这个以色列非常重要的蛋黄区的位置哦。可是这一群希伯来人呢，就是墙头草，这一群呢叛国贼，看见扫罗和约拿单，以色列人来了，所以他们要赶快回过头去，帮助这个自己的同胞。那22节，那些藏在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击他们。好，所以还有一些呢是不表态，还有一些是躲藏起来。那见情势好了，好，那才赶快出来，好来打仗。好，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非利士人带给这个强敌压境呢，带给希伯来人、以色列人非常大的一个恐慌，好，他们但是呢，当上帝出手之后，他们马上又改变他们自己的态度哦，好，所以是令人非常的不耻。23节，一直那一天呢，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战争一路打到伯亚文，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一队在密谋，一队在加巴，好，那这个约拿单和拿这个兵器的仆人呢，他们从西尼波薛的悬崖进行突击，好，突击之后呢，那这个非利士人就四散，好，那这个扫罗的军队就来追赶，不仅扫罗的军队躲藏的人，还有在以法莲山区的人，还有这些去帮助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那他们一路追，好，追经过了伯亚文啊，所以他们扫罗从基比亚，好，那来追到伯亚文的地区。好，那接下来再请义军长老带我们读24到30节。那天以色列人又饿又累，因为扫罗曾经发誓，并且下令说，今天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谁吃东西，谁就受诅咒。因此整天都没有人敢吃东西。他们来到丛林地带，发现地上有蜂蜜，林中有到处蜂蜜滴流，但是没人敢吃，因为大家都怕扫罗所发的誓。可是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用誓言贺主人吃东西的话，所以伸出杖插进一个蜂房里，蘸一点蜂蜜来吃，他立刻觉得舒服多了。
有人告诉他，我们又饿又累，可是你父亲喝阻我们说，今天谁吃东西，谁就受诅咒。约拿单说，我父亲下了一道不合情理的禁令，看，我吃了蜂蜜，觉得舒服多了。我们打败敌人以后，要是吃了夺来的食物，一定会精神百倍，杀死更多的非利士人。好，谢谢。那这就是扫罗他没有等待以弗得或是约柜先求问清楚，好，那就贸然出去打仗，所以他还不确定这个战争到底是会赢还会输，好，他只是看见外面的形势，觉得呢，这个形势正好，他们会赢，但是他心中还是怕怕的，所以扫罗就叫发誓，好说，在向敌人报完仇之前，都不能吃东西。好，所以扫罗报什么仇呢？好，扫罗就是他被非利士人欺负，好，那他的2000大军剩下600人跟随，好，然后百姓也躲起来，好，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可是现在扫罗终于可以出一口气，好，他说要来追赶非利士人，连吃饭的时间都不给大家。就大家听了扫罗这样子的誓言呢，他想要建立威信，他想要报仇啊，可是他却不晓得打仗人的辛苦，那百姓也不敢吃，好，那他们进了树林，看见蜂蜜，好，那大家还是记得扫罗说的话，所以只有约拿单，因为他去屠己，所以他没有听见他父亲的命令，所以用手中的杖，用杖的顶端沾了一些蜂蜜来吃啊，虽然吃了眼睛就明亮，眼睛明亮就是体力就恢复了，现在这一本说他就舒服多了。可是百姓现在有人提醒他，就是你父亲叫我们起誓，今天吃东西必受咒诅，所以我们大家又饿又累啊。那约拿单呢？他觉得说他父亲这个命令也不合理啊。你看，明明就应该要吃东西，我吃了这一点点蜜，我眼睛就明亮，就觉得舒服多，就有体力啊。好，那所以约拿单他的看法是，如果今天大家可以吃从仇敌夺来的东西，那么现在可以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好，那但是大家还是不敢吃啊。好，接着再请义军长他们读31到37节。那天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从密抹一直打到亚伦。这时候以色列人都饿得发软，他们急忙从战利品中拿出羊、牛和小牛，当场宰杀，吃了还带着血的肉。有人向扫罗报告说：“看啊，人民吃了带血的肉，得罪上主了。”扫罗大叫：“你们这些叛徒，快把一块大石头滚到这里来给我！”他又下令说：“到人民那里告诉他们，把他们的牛群和羊群赶来，来这里宰，在这里吃，但是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上主。”因此，那天晚上，人民把他们的牛群赶来，在那里宰了。扫罗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这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扫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晚上下去攻打非利士人，掠夺他们的东西，直到天亮，把他们杀光。”他们回答：“你认为妥当，就这样做吧。”可是祭司说：“我们先求问上帝吧。”因此，扫罗求问上帝：“我该下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吗？”但那一天，上帝没有回答。那终于打完了，好，那他们一直追赶，好，就是应该等到天黑哦，就是晚上了。那他们一路追赶到亚伦啊，好，那所以这一段路呢，再从从密抹好，然后到伯亚文到亚伦，好，大概30几公里哦，好，30几公里，好，那军队要追赶30几公里，真的是非常的疲累，以至于呢，他们一见到了这些的猎物呢、战利品呢，好，大家饿到不行，
所以呢，吃牛吃羊，好，小牛小羊，但是呢，来不及处理啊，连血都吃了。好，那以色列人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利未记17章是不能吃着带血的东西啊。好，但是呢，就有人传给扫罗，百姓得罪神了，他们吃的肉还带着血啊。那扫罗说他要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就是要来筑坛哦。那但是这里还特别说，他筑这个坛呢，好，是扫罗第一次为耶和华来筑坛。好，筑坛做什么呢？好，就是后面他说的，他要来跟上帝求问，好，到底可不可以来追赶非利士人？结果上帝居然没有回答他，好，所以现在扫罗有点慌了，好，到底该不该追赶？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所讲宣布的事情，有人没有做，好，所以他心里面有点不满、不高兴。好，再请义军长带我们读38到42节。于是扫罗对人民的领袖们说：“到这里来，查查今天我们犯了什么罪。我指着永生上主以色列的救主发誓，犯罪的人一定要处死，即使是我的儿子约拿单也不能免。”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扫罗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那边，约拿单和我站在这边。”他们说：“你认为妥当，就这样做吧。”扫罗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说：“上主啊，今天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借着圣实回答我吧。如果罪在约拿单或我，请用乌灵回答；如果罪在你的子民以色列，请用土民回答。”抽出来的是约拿单和扫罗，人民都没事。扫罗又说：“是我儿子约拿单还是我？”结果抽中约拿单。以上。好，那所以扫罗呢对自己很有自信，好，大概也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很有自信了。那他没有想到抽签的结果竟然会抽到自己的儿子，好，那所以他让自己跟儿子站一边。好，乌林土民呢，好，在这里好应该是祭司没有来到，因为他们追赶敌人，好，所以这里虽然讲到祭司府上的乌林和土民，啊，不过在和本是翻成抽签，啊，其实这个抽签呢就是扫罗搬来这块大石头上面的烛坛，他们用抽签，好，所以上帝没有回应，可是这个事情上面上帝很清楚的回应了，所以上帝不是不说话，上帝又在管教扫罗。好，我们继续再读43到46节。于是扫罗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啊？”约拿单说：“我吃了一点蜂蜜，我在这里，我愿意死。”扫罗对他说：“如果不处死你，愿上帝击杀我。”但是人民对扫罗说：“约拿单为以色列赢得了伟大的胜利，难道要处死他吗？不，我们指着永生上主发誓，即使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容伤害。他今天所做的是靠上帝的帮助，这样人民救了约拿单，使他免死。扫罗不再追击非利士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约拿单好，就有点就像他的父亲好来表明，他只不过吃了一点蜜，好，但是今天这场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他就要这样死去吗？好，如果要得死，好，那他就和本是用问号，我就要死吗？现在最后一本是说我愿意死。那扫罗的意思还是你得死，好，但是现在是百姓出来替约拿单求情啊。所以以一个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好，百姓也反了，儿子到底是反还是没有反，好看都有可能，好，但是呢，现在民意大过这个扫罗，好，所以人民的力量呢大过扫罗，以至于扫罗的有点心理受影响，他也没有这个。他不但是威信大失，好，那他也没有战赢的喜乐，好，那他就回去了。好，最后一段47到52节，好，再请义军长带我们来读。扫罗巩固了以色列的王位以后，到处去攻打仇敌。他们跟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索巴诸王和非利士人打仗，无论他上哪里都打胜仗。扫罗打仗十分英勇，
甚至打败了亚玛利人。他救以色列人脱离了所有的外患。扫罗的儿子有约拿单、易斯伟、麦基舒亚，他的长女叫米拉，次女叫米甲，他的妻子叫亚希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他军队的元帅是他叔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扫罗的父亲基士和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一生跟非利士人常有激烈的战争，所以他一发现有勇敢强壮的人，就征召他入伍，在部队服役。谢谢。那扫罗在这场战争之后呢，好，那虽然他的威信好，就是说的话呢都被百姓给强压过去，但是他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因为这场战争是迎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最后要归功其实是约拿单的勇气，还有对上帝的信心。那上帝继续让扫罗执掌国权，好，那攻打四周围的仇敌，好，包括有6个国家，好，就是有摩押、亚门、以东、索巴诸王，还有非利士人，甚至连后来的亚玛利人，好，所以让这个黄色的周围的地区的外族人呢，扫罗往哪里去都能够打败他们。扫罗奋勇作战，救以色列脱离掳掠、抢掠他们仇敌之手。好，那这也是上主要以色列有一个王，好，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治理百姓，还能够来胜过仇敌，对内和对外。那最后一段提到扫罗他的内阁，包括他3个儿子，好，约拿单的意思是耶和华已给予，易斯伟是他像我一样，好，那是后面的伊斯波设，麦基舒亚意思是我王很富有。那有2个女儿是米拉，是家珍哦，米甲意思是有谁能像神哦。那扫罗妻子呢亚希暖，亚希暖是我的兄弟令人愉快哦。那大卫的妻子也叫亚希暖，但是应该是不同，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有点不一样。那他亚希暖是亚西马斯，我兄弟是怒气啊，所以这个妇女的名字都跟我兄弟有关哦。那扫罗的军队元帅是亚尼尔，就是他的叔叔的儿子啊。亚尼尔是我父是灯，尼尔是灯，所以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成为他军队的元帅。好，那他们呢都是扫罗的叔叔跟扫罗的爸爸基士都是他阿公，叫做亚别。亚别就是上帝是我的父亲，在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有提到他。好，所以这里讲到扫罗呢，他在战后继续稳固这个国家。那也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约拿单呢很勇敢，但是没有沟通的后果呢，引来自己呢没有听到父亲的命令呢，引来对自己的杀身之祸。那扫罗也看见情势大好呢，他就放弃迎接约柜或是迎接祭司的以弗得，想要乘胜追击。结果呢，造成一连串的这些儿子吃蜜，百姓吃血啊，好，所以甚至扫罗因为自己的草率誓言，得杀自己的长子，但是这个长子呢，又在百姓的声势当中得救，也让扫罗的威信呢，被压过去。扫罗呢，最后也看到他在他掌王当中呢，上帝还是与他同在啊。虽然撒母耳说虽然撒母耳对扫罗说他的国度必不长久，上帝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可是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在这里的努力啊，他并没有失去他做王的责任。好，那他或许也一直想要努力的证明自己能够做王啊，所以来攻打6个仇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今天扫罗和约拿单父子他们的出征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学习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在沟通上面在说话上面都应当要谨慎，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战争属乎耶和华不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或人少。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是在上帝的治理当中，不是以人多人少，更重要是要能够来看出上帝你的旨意和作为。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教会，在带领我们的社会，带领我们的国家，都能够行走在上帝的公义的道路上面，也教导我们要谨言慎行，让我们能够把每句话说得合宜，才能够来容神益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义军长老，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谢谢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